個位置？係咪呢條骨係咪歪咗？誒，等我睇睇下，你坐直個人先嚇。有冇歪啊？坐直你坐低，我同你 check。使唔使兩隻除出嚟俾唔使，你坐喺度得噶啦，坐喺度我知道。有少少喎，有少少咁樣曲咗出嚟喎，有少少咁樣向外曲啲咁多。係啊。我就感覺呢個係腓骨嗰度咧，有個唔係好對位啊呢度，係呢度咁樣打橫曲咗啲咁多。OK。生蠔哥咧消咗腫咧，咁咧就未代表完全唔痛噶。消腫只不過係咧嗰局部嘅水腫同埋有炎症物質係有輕微嘅退卻，並不是完全好返，所以咧你要繼續治療。第一件事咁啊，同你通一通先。第二啦，嗰個消腫嘅地方咧，亦都要加強嗰個血液循環，改善翻佢入邊嘅痛症。嗱，通常咧好咗之後咧，嗰個感覺係更加強烈嘅，咁所以咧大家要記住適量嘅忍痛咧，對呢個病咧係絕對有幫助。因為咧你之前有炎症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咧嗰個痛楚咧係因為有痛有炎症而影響到個感覺唔會好強，但係差唔多好翻嘅時候咧係特別犀利噶，特別痛噶。